歡迎收睇1分鐘貼士，今次有新嘢提供，不過留返後面先講。先嚟 WinPay 2穿3過關推介，第3場11號嘉應光彩，呢匹側身馬未來只跑2場，體力充沛，而且狀態越嚟越好。最緊要係排返內檔，唔使留咁後，加埋有步速形勢資助，照計3甲甚至贏馬機會都相當高㗎。第9場1號精英雄心落返嚟3班跑泥地1里，佢點都係着數啲㗎，而且潘頓揀騎夠可信，自己本身亦都係穩定表現，咁今次嚟講應該都仲機會甚高㗎，咁所以 WinPay 2穿3就俾咗呢兩隻啦。而今次嘅新嘢就係今日投注陷阱，就係講緊第5場2號嘅奮鬥心返到嚟跑泥地1里，竟仲要潘頓揀騎，竟然有12倍喎！但細心睇下呢場步速並唔夠快，佢又要跑後上，有似有啲麻麻地咁樣喎。最緊要係實潘頓要揀騎而仲有咁好賠率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好似好有吸引力，實質可能中伏位甚多。既然係咁，就不如小心啲啦。以上就係今日嘅重心推介同埋投注陷阱提供。